那会安尼，那会安尼。谢谢各位来支持千娜，我们来欢迎她扎伊娜出场。彪哥好，恭喜恭喜！是的，媒体朋友，还有所有的前辈，子红老师、宏宇哥，还有我的父亲在哪？哎呦，状态啊！在这。哎呦，这第一排你都看不到了，你眼睛还好吗？太色了。我说真的，这首歌曲一听到，真的会让很多女性朋友啦，尤其是在职场上面，有很多加油跟加分，以及鼓舞气氛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千娜的声音，真的是穿透性很强。谢谢。对，我们不用看歌词就能够了解说，真的会有触动心里比较柔软的那一块。查甫囡仔听到的时候也很感动，因为阿波蛮感动。对啊，因为同样都是北漂上来的人，你也是啊，对对对，我也是南部上来的小孩，然后就觉得这样子的歌曲、这样的词、这样的曲，还有包含子红老师这样的制作，真的非常值得期待。其实我认识他也11年，因为那时候星光你在。对，星光大比赛的时候，我刚好是评审嘛，对，那时候等于是看着千娜长大。整张专辑做完之后，有一点点舍不得，这张专辑就做完。其实做的过程其实也还蛮辛苦的，开心，然后有很开心，然后就是。可是我们一直在雕琢一些地方。我3年没有做整张专辑，然后我也希望这是会是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我蛮雕琢它，一直不放过它。我爱你爱个3分1天不了了，怎么当作际遇？做一个等你等个3年，我迷受不了，是个什么？刚刚就听到一首，我觉得之后好像应该会大红的歌，耶，我觉得很期待。哪一首啊？爱在水超鬼，跟李英宏的。对。OK， 谢谢哦。那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 funk 的歌曲，因为我从小就是听 funk 长大的，像老一辈那 Prince 啊，有没有？就小时候就是哇 Prince 又唱又跳，把那个 funk 的精髓，所以我很惊喜，就是有听到那样的歌收录在专辑里面。不管是会靠部分，或者是就是新台歌的部分，都觉得有兼顾到。谢谢，很好听。这个地方很邪门哦，待会你自己要忍住眼泪哦。来，不会。我觉得很谢谢我的乐视大老板刘一杰，因为，我不会哭。确定吗？我从小到大所接触的音乐，然后日常的对话都是台语的沟通，反而在台语上面有受到大家的喜爱跟既定印象。千娜加油！谢谢。柔一姐加油！柔一姐真的是用了老本，你讲到重点了，跟柔一姐抱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有时候真的需要直接一点的示爱哦。千娜加油，不要哭。你好烦哦！哎呦 ，OK 啦，该释放要释放一下，该释放的。谢谢。从小我很坚持我要唱歌，我一直想要不断告诉他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一定会做出一番好成绩给你看。我一直希望他相信，但是他永远不相信我。但我觉得我很谢谢我爸一路的反对我，因为他成为我的前进的动力。他越是反对我，越能够激励我想要成功给他看。爸爸怕你受伤啊，爸爸或者怕你赶扣来怕别哦，辛苦啊你。其实我真的想说的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你的声音，我觉得女生歌手声音里面一定要2种以上的味道，你的甜里面带着倔强。没想到我喜欢的原因有一天就上了报，你把名字给改了，把那个女生的那个女字去掉。我觉得你可以达到这个力度跟那个细腻，我觉得这个是女歌手非常非常少见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台语革命当中一个重要的金曲得主陈建伟，而且是然后你最喜欢，对不对？对，这是我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它叫《暧昧离情》。像刚刚大家进来有收到苹果，对不对？对。其实不管你的初恋开不开心，我觉得今天就像因为我的听歌会，大家都是手听，就像我们一起初恋一样。
小步，有真心甲也暧昧的领悟。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光听茜娜唱歌，我觉得似乎不需要再看左上角的歌词，因为你就反而直接进入到她歌中的画面。我觉得这是很纯粹的，因为有时候听音乐非常主观。新台语专辑之前，大家可能看到陈建伟老师金曲歌王非常成功的，但是女生我们还没有看见。Maybe 这一张就是金曲歌后的代表。明年金曲的台语女生到底会有谁入围？大家都觉得说茜娜这张是很有机会的。不要给那么大压力啊！不然讲了半天就忘了报。提这件事压力好大。好，那不要报，那不要报。他既然不想报，就不要报。压力大，不卖报，那卖报。你先报，我期待你的。哎，我真的是觉得随缘，因为我还是像刚刚讲的，我还是很扎实的一步一步传达我想要传达的资讯，跟让大家看到我们用心努力的结果就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